佛果位。安尼你第了教起人呢，第一个是中级些呢，安尼参，但俺吃了这边那个说吃了的，家下人了也参也嘛吃了创了创刚的，对了这呢，你见了也参小把皮你见了开始过的些的，安尼参吃了。join the any cargo是的，他台湾的对了这个说cargo是的，经济在哪里呀？长久线的东西都被写了中央都是，长久线的东西都被写了中央有呢，安尼技术。di mana ngakai mogo so di sungye chesa tholam da gonglam da cholam da jolam de zongya duwe sungwe o di re yingje chebo da chanju sem da cholam da gonglam zongya dune kishos 人们切说呢，他这边呢就是开一个玩笑，就是说呢，因为人们切这几年呢就是比较长呢，就是在世界各地呢就是弘法。那人们见呢，就是在外地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像是到台湾，或者说到国外，那乃至于说在任何地方呢，那有时候出去呢，就是去商场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打电话给他的老师，然后就问到了说，哎，老师，就是我现在在外面，然后你有没有需要什么东西，我可以帮你买回去？那人们谢老师呢就回答说，哦，那边有在卖菩提心吗？有在卖空正戒吗？有在卖资粮道、加行道、剑道或是大悲心吗？如果有的话呢，你就买回来；那没有的话呢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那人们见呢说他就是突然想到这件事。